其實係唔使10分鐘咧，你就已經可以瞓得着噶啦。食咗佢呢段時間咧，我嘅睡眠質素真係好咗好多。除咗可以快啲瞓得着，最緊要咧佢係可以幫我做到深層睡眠。喺呢一年面對緊嘅壓力咧，可以話係我人生目前為止咧最多噶啦。然後前排我就開始發覺自己有瞓覺嘅問題出現。簡單啲嚟講，我就係瞓得到，但係就瞓得唔好咯。我每晚都會發好多夢，同埋好容易咧就會俾外界嘅聲音咧嘈醒啊。呢個 Whole Life Plus 腸腦通益生菌，我已經食咗幾個月噶啦。佢有4個主要功效，分別係幫你加快入睡時間、促進深層睡眠、整腸補腦同埋舒緩頭痛。你食佢嗰排咧，有陣時我瞓足9個鐘咧，第二朝起身仍然會覺得好攰、好眼瞓。但係食咗佢之後咧，因為瞓得好咗嘅關係，所以咧我有陣時瞓6、7個鐘咧，第二朝起身反而係會好精神喎，而且少咗發夢，又唔會再成日扎醒，明顯 feel 到睡眠質素咧真係好咗好多啊！值得一提，呢款益生菌入邊係加咗6種助眠舒壓嘅成分嘅，佢可以全面咁樣幫你安神減壓、解決睡眠問題，係連專科醫生咧都推薦嘅益生菌嚟嘅。咁而家大家咧喺萬寧就買得到噶啦。